台北国际册展昨结束，今年国内外计共有509间出版社参加哦。现场的活动嘛比去年加超过4成，六天计共是有55万人次参观。因为人气常常滚哦，台北出版公会是表示讲，今年的兴热会阁推出头一届的台北城市册展。台北国际册展伫礼拜顺利结束。根据承办单位台北书店基金会统计，今年册展6天内计共有55万人次来参观，是疫情解禁了后上侪人的一年。特别遇到疫情进前2019年的58万人次。另外，今年计共办1900多场的版权会议，册展基金会指出，和去年比起来成长要2倍，成绩真好，会当互国际看到愈侪台湾的出版品。超过600多位、650位以上的国际人士来参访。那除了介绍他们自己本身的出版品之外，他也同时有这个机会来认识到台湾的这些原创的这些作品。我觉得这个是双向的一个交流，所以对于台湾出版品的国际的能见度，当然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另外，就册展消费的起草来讲，基金会表示，因为有文化部的补助，除了文化部的推售门票，阁会当摕来拄消费的金额。买册情形算袂歹，有业者就指出业绩是比去年加出2成多。为着要继续推动读册的风气，台北出版公会要伫咧今年休转时继续推出第1届的台北城市册展。目前作家的演讲一定有，主题互动区一定会有，吼。我们即摆是讲看讲。他邀请到什么款的作家什么款的主题？那这个甲囡仔、甲青年、甲青少年、少年这部分的读书风气的推广，一定是其中的重点之一。台北市出版公会表示，册展会办伫咧7月初5至初8，目前拍算会有300-400个单位，希望讲少年家伫咧暑假时除了佚佗，也有册展通说。因那文化部嘛发新闻稿表示，虽然会伫咧各地办创新册市、砖头册展来结合艺文表演和讲座等等来推动全面阅读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